爆 TVB 小花鄭嘉慧二胎誕子，3年抱兩湊好字，事業上星期隱退嫁富二代太任性。29歲 TVB 小花鄭嘉慧近期又憑二胎誕子刷屏港圈，邊個估到呢位曾經被 TVB 力捧，有機會躋身新一代花旦嘅潛力股，竟然喺事業最紅火嘅時候急流勇退，結婚生仔連續轉，而家3年抱兩湊成好字，徹底將重心扎入家庭，犧牲事業換圓滿，引來全網熱議。講起上嚟，鄭嘉慧嘅演藝之路都算逆襲劇本。2016年，佢偶然參加無綫藝訓班臨時演員招募，客串《溏心風暴3》之後，徹底中意上演夫。第2年就正式報名藝訓班，簽約 TVB 出道。唔同於同期藝人嘅合合伴伴，鄭嘉慧堪稱天選打工仔，憑住清新外形同紮實演技，好快就獲得監製青睞。出道初期，佢雖然多演配角，但每一個角色都拿捏到位，慢慢累積咗觀眾緣同業內口碑。最驚艷嘅係出道僅4年，佢就被重用做女一，主演嘅《愛上我的衰神》爆攻，豆瓣評分飆到8.6，口碑熱度雙豐收。鄭嘉慧亦憑呢套劇成功上位，被全網看好，成為 TVB 下一代當家花旦。爆攻之後，鄭嘉慧嘅資源直接升級，接連參演《法證先鋒5》、《你好，我的大夫》等熱門劇，甚至仲跨界做編劇，妥妥嘅 TVB 重點培養對象。所有人都以為佢會趁勢發力，坐穩小花位置，點知佢竟然突然潑出一盆冷水。2023年，官宣奉女成婚，直接暫停所有工作，徹底淡出銀幕。當時好多網友炸鍋，紛紛猜測佢嫁得幾好，先至敢喺事業上升期急住結婚生仔。直到細節曝光，先至知道鄭嘉慧嫁嘅係上海富二代，男方自細喺香港讀書，英國留學翻嚟，家境優渥。雖然比鄭嘉慧細好幾歲，係姐弟戀，但對佢十分寵愛，兩人交往冇耐就敲定終身。更低調嘅係，鄭嘉慧連婚禮都冇大肆宣揚，特意揀喺深圳舉行，淨係請咗親友見證，全程冇邀請媒體，連婚禮相都冇對外曝光，主打一個隱婚式嫁人，將私人生活保護得密不透風。婚後嘅鄭嘉慧徹底放下演藝事業，專心養胎。2024年順利生下大女兒，升級做馬之後，更加低調到似隱退，社交平台唔晒近況，唔營業，一心一意在照顧小朋友，打理家庭。粉絲盼住佢復出，但佢始終唔為所動，始終有富二代老公兜底，根本唔使為生計發愁。直到2025年上半年，沉寂1年多嘅鄭嘉慧終於官宣復出，粉絲都以為佢要重拾事業。TVB 亦特意為佢預留咗資源，點知復出先至幾個月，佢就又官宣懷二胎嘅消息，時間係2025年8月，網友直接睇懵，呢個節奏太快啦！懷二胎期間，鄭嘉慧依然延續低調作風，唔晒孕肚，唔傾孕期日常，偶然被網友偶遇，都可以看出佢發福明顯，身形圓潤咗好多，但佢從不回應，一心一意在養胎，照顧1歲多嘅大女兒。將低調刻入骨子裏。相隔半年，鄭嘉慧終於打破沉寂，喺社交平台官宣二胎平安誕子嘅好消息，仲晒出一組溫馨合照，直接甜運網友。相入面，二胎仔仔十分健康，頭髮茂密，鄭嘉慧特意為仔仔梳咗小髮型，抱住佢滿眼都係母愛，溫柔咁拉滿。最暖心嘅係1歲半嘅大女兒亦跟住去醫院探視，雖然年紀尚小。唔知弟弟嘅意義，但乖乖挨住弟弟，小心翼翼呵護，姐弟同康嘅畫面軟萌又治癒，睇得出鄭嘉慧將2個小朋友照顧得十分周到。鬆晒出嘅相可以明顯看出，生完二胎嘅鄭嘉慧圓潤咗好多，尤其係塊面比剛出道時豐滿咗好多，退咗少女嘅清潔，多咗幾分寶馬嘅溫婉。不過呢都可以理解，始終2年生2，加上富二代老公寵住。孕期被照顧得無微不至，發福都係難免嘅。合照入面，鄭嘉慧嘅老公亦罕有出鏡，著住黑色 T 恤，低調企喺妻兒身後，眼神溫柔注視住一家人，模樣沉穩內斂。有意思嘅係，2人結婚幾年，越嚟越有夫妻相，眉眼神態都十分相似，睇得出呢段姐弟戀婚姻十分幸福和睦。
鄭嘉慧仲悄悄分享咗生二胎嘅小細節，坦言二胎依然揀咗生大女兒嘅醫院同醫生，熟悉嘅環境同醫護人員令佢格外安心。雖然生產過程好順利，但產後佢成個人十分虛脫，多謝醫護人員嘅悉心照料，幫佢按摩舒緩不適，所以特意晒出同醫生嘅合照表達感謝。呢份感恩之心亦圈粉唔少。歡喜之餘，網友亦忍不住替佢嘅事業惋惜。要知道，鄭嘉慧從2023年結婚，到2024年生大女兒，再到2026年初生二胎，短短3年時間，幾乎全耗喺家庭上。原本大好嘅演藝事業，被徹底按下暫停鍵。按照常理，生完二胎至少需要大半年恢復期，鄭嘉慧想復出，最快都要到2027年初。但娛樂圈更新換代太快，尤其係 TVB， 新人輩出，資源有限。當年被力捧嘅位置，早就被其他人頂替。等佢復出，能不能找回當年嘅熱度同資源，真係好難講。回顧 TVB 過往，好多藝人喺事業上升期選擇結婚生仔，暫停工作後再復出，大多被市場淘汰，慢慢淡出銀幕。鄭嘉慧而家嘅處境，其實早就有跡可循，始終佢當年嘅選擇本就充滿爭議。有人替佢惋惜，覺得佢浪費咗自己嘅天賦同機遇，原本可以成為 TVB 當家花旦，卻偏偏選擇喺最關鍵嘅時候隱退，連續生仔，徹底斷送事業，太過任性。亦有人覺得佢活得太清醒，嫁俾富二代，唔使為生計奔波，選擇回歸家庭，生兒育女都係一種幸福。其實早幾年，鄭嘉慧就曾透露過，自己十分向往家庭生活，中意小朋友，甚至揚言要生6個，組建大家庭。而家3年抱兩，湊成好字，都算完咗自己嘅心願。對佢來講，家庭或許比事業更重要。值得一提嘅係，鄭嘉慧並冇同 TVB 解約，合約依然喺有效期內。呢亦意味住，等佢身體恢復，想復出嘅時候，依然可以借助 TVB 嘅平台，繼續自己嘅演藝之路。只不過，相隔3年，港圈早已物是人非，佢想重新站穩腳跟，恐怕要比當年付出更多努力。講到底，鄭嘉慧嘅選擇冇對錯之分。有人追求事業巔峰，有人中意家庭圓滿，佢不過係選擇咗自己想要嘅生活。松林時演員亦集成 TVB 力捧小花，再到嫁俾富二代，3年抱兩，鄭嘉慧嘅人生睇似任性，其實清醒，知道自己想要咩，亦敢於放棄。而家29歲嘅佢，兒女雙全，老公寵愛，雖然演藝事業暫時停滯，但收穫咗滿滿嘅家庭溫暖。或許對佢來講，呢先至係最圓滿嘅人生，唔使喺事業同家庭之間反覆內耗，有底氣放棄，亦有資本享受生活。至於將來會不會徹底隱退，還是等小朋友長大再復出，就睇鄭嘉慧自己嘅選擇啦。不過講開又講，憑住佢當年嘅實力同口碑，若果真係復出，想必依然會有好多粉絲支持。最後想問一句，大家覺得鄭嘉慧為咗家庭犧牲事業，值得嗎？你更看好佢將來復出，還是繼續做幸福嘅豪門闊太，專心照顧2個小朋友呢？